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出面台会，我是王小琪。就像大家看到的，我哋下去到垃圾山嘅挑战哦，像安样。了大部系新竹信奉提起嘅垃圾染埋冲，新竹人因为冇起价嘅分发冲，所以当日生产嘅垃圾全部会送去新竹市里扫。不过新竹市嘅分发冲当日就有固定嘅税收嘅时间，就系公演了后了3日到5日嘅两段时间，包含信奉还有安尼准备提起嘅垃圾，都冇乃为何去全部送来囤到了大部。你也看到半年内已经囤了有7000两公吨嘅垃圾安倒哦，你也天时热发了，你也片嘅垃圾窜出嘅臭味哦，真紧不紧拄唔掉，还看你冻到，因为你系回顺嘅黑种，冻到嘅菜体香气也系伊是会用来落实的哦，所以你个垃圾站对记录嘅生活冲击动态。到底呢个垃圾嘅问题样板讲减排，到当日嘅热天都会发生热排咯，呢个问题就出到来。相关嘅单位用我哋处理改革，才提起嘅建议，又系提出哪条方案咯？全面大会建议嚟到才提开工，绝对同大家嘅欣赏，眼皮去到开会现场。好，欢迎大家嚟下来到开工嘅现场，眼皮为大家扫嘅里边，TV 呢扫嘅系新竹人环保局嘅局长汪喜混，汪局长，黄局长你好。各位来宾，各位乡亲长辈，大家好。TV 里边呢，你扫嘅系信奉乡嘅乡长戚苗感，戚乡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乡亲大家好。第三位里边你扫嘅系群衆推湾协会嘅秘书长查福林，查秘书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哈个也强用分享，你彩题包含信奉提起，还有像准备类嘅，哈个乡亲大家好。因为下就个天气热发了哦，来到了河山河水嘅素材，其实呢到彩题嘅出面，记到你下多到你而家太麻烦，就你个当日都会产生嘅家庭垃圾啊，因为你一片冇分化虫，所以你个垃圾。囤到而家素材冇乃为何去，所以呢，那个垃圾太杂，而从到提防，你下系见臭见太胖咧。用日咧，热包嘅天时来到新竹县新丰乡同竹北市隔夜嘅新丰区北特色养埋场，常看到对到从山里用嘅特色。对其人可能去增进当地形象。设计行业也从特色山增进系粗胖胖嘅，大家都会都唔要嘅。连啲也都多嘢扮演嘅特色，新风情嘅吹嘅，就算都冇奈何，行嘅爱去做事。竹北係要50人台茶係4台，喺新豐咧，咁我要30台。今年最嚴重嘅熱排，以往還有嘅轉運者，目前一下途徑還冇嚟轉運。現正今年初新竹市嘅焚化爐水收，無焚化爐嘅新竹業長期都幾是富裕能嘅新竹市韓國苗栗縣嚟推銷垃圾，唔過所遇到推銷垃圾嘅縣市焚化爐水收，新竹縣內有1萬重嘅竹籠子韓國新豐鄉，就會有更多垃圾到啲嘅。垃圾場哦，是講嘅冇使用嘅，但是為了垃圾冇地方去啊，所以不得已這樣的垃圾來了佔標啦，目前差唔多有8000噸嘅垃圾都了位啊。就算一下新竹市嘅焚化爐已經開始社會，未見成會同新竹縣聽處理垃圾嘅問題，不過短時間內按到嘅垃圾還係都難處理。我們就是幫新竹縣每天處理150公噸的垃圾量。那就我知道，新竹縣每天產生的垃圾量有將近210公噸。所以，我們新竹市已經是幾乎佔了2/3的處理能力啊。來到中山的垃圾병地嘅蔡天仁長期都受到垃圾的影響，頭擺家到都無奈何為接觸，也家到係希望相關單位應該積極來解決垃圾的問題，希望新豐鄉整體不係垃圾自強。
所以讲，很奇怪哦，用办到热天的时间，都会传出安种提风囤垃圾嘅情况吼。来看一下，其实呢，那个信封提起啊，既有一个信封老主备个那个染麦葱啊，既冇分法葱，唔过既有染麦葱，系到那个夹个蔬菜那边有一个染麦葱。其实呢，它已经是一个达到饱和，然后仍然在使用中的状况。像因为今年。抽垃公年了后呢，咱新竹市个分法从水秀、摸秀垃圾了后呢，那个垃圾吼，当日都会安样堆起来。像安尼信封箱吼，当日哦会产生20吨个垃圾。咱看呢，隔壁个准备是哦，准备咱研究合作，从么佢减袂有18万3银呢？啊，安尼个信封抢6万3银，所以佢当日产生个量吼，对安尼信封提起个3倍按度吼，所以通胖价起来，一日会产生80吨个那个价附个垃圾，全部都送到那个染麦仓哦。其实安尼讲那个信封个去买染麦仓哈，它是新丰跟竹北2个乡镇共用的啦哈，它的面积加起来其实也有9.6公顷，在全台湾大大小小环保署列管的这个掩埋场当中，它的面积不算小哦。所以我们看到堆了那么多的垃圾，该用钱片有捆多，鸦片就会回顺，从么呢？安尼信封提起系挖回给他家用钱，所以其实呢，信封俩大部系挖那个回顺，又动个用钱片又也二是那个回用对生发个吼，他看到准备提起糖讲啊，了水接去那个垃圾散个记米也有吼，冇自然系冇喏。看到那个垃圾堆都安养虫，你看天气也都热天热发的，够温哈，也会产生很多的细菌。所以不管是臭味也好，或者是环境生态的污染也好，你谈一下现冲个采体用钱吼，带到那个垃圾山隔壁个有冇呢？像卡修不安看一下，又打到了附近顺条的吗？这个大哥是不是？我是竹北市上一里。哦，上一里就是离我们的这个掩埋场很近的哈。最近的差不多有200多公尺而已，要。恶臭啦，脏乱啦，生活品质真的很差。苍蝇、蚊子，苍蝇白天啦，蚊子晚上啦，一大堆啦，打不完啦。真的，我们住在这边的居民哦，真的很可怜啦。请问这种状况常发生吗？每天的什么常发生？已经维持很久了。对啊。那像去年有没有呢？去年也有，每年都有啊。常发生，然后每年都会再来一次，因为只要新竹市的焚化厂不收垃圾，税修就来啊。住在周边还真辛苦。好，先谢谢这位大哥。还有其他的改用清片又亚维的拱一海吗？各位长官大家好啊！两片做回孙，平常时两片又行业为到了回孙的，疑似回孙的落实的吗？有，大家都会在那里抓鱼啊。那个生机都不错，不好啦。那像南风天来，我们那个臭气冲天的啦。那鱼抓到的抓不到鱼啊！现在抓鱼不能没人敢买啊。为什么不敢买？他们说污染，我们不敢吃。是，好，谢谢大姐。我觉得请问你个气象中嘞哈，现在的每天的家户垃圾，因为开始已经恢复代烧了，所以很没问题。不过俩7600个人共吨哦，用干啥呢？7000人吨哈，海里的环保局今日就种种哈，又争取一笔的钱啊，而来做了活化的，来浸润了垃圾的计划啊。好，向总讲到，其实也有个前后计划。那我问题先请教我们环保局的黄局长哈，因为碰到新竹市的焚化炉税修，没有办法停运，垃圾堆积在我们的新丰掩埋场，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现在新竹市的焚化厂已经开始收垃圾，不过他收的垃圾是现在从今往后每天产生出的，包括我们新丰20吨跟竹北的60吨，那是指马上消化现在的。可是之前前半年囤积的这一些。是不是要透过其他的管道方式？这个要特别谢谢中央啦，因为中央也把这个相关法规调度的法规已经设立。那当然这一段期间里面呢，其他可以有烧的这个余裕量的这一个县市，那包括县长、包括中央，其实都积极在帮我们调度。是。那目前呢，除了原有的新竹市跟我们的这一个苗栗持续的在协助之外啊。那其他县市也都有空出这个量，已经跟我们在做行政程序。那当然目前来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请别人帮我们代烧的垃圾，需要把底渣再回运，就是回来。那目前我们也在积极寻找这一个比较适合的场地尤其是在掩埋场比较安全的地方呢，
来做一个疏通。如果没有找到地方来囤放底渣，所以跟外县市的代烧合作机制就会很难谈得下来嘛。那当然，我觉得这个算是合理了哈，因为我们帮别人，人家帮我们烧，我们把自己的烧的剩余物收回来是合理的。所以就是这一切的协商机制都要去努力，也有在尝试这个管道。我想这个已经是积极在进行当中，而且已经快要有这样的一个开始要去做去化了。我想相信是可以期待的。谢谢局长的说明哈。其实针对7600公吨的垃圾，当然是想方设法的透过一些谈判或者是协商的机制来把它去化掉。那我透过这张图来请教我们的谢和林理事长哦。我们知道全台湾有26座的焚化炉，这个焚化炉的炉数是全世界密度第1的哦。可是我们有这么多的焚化炉，常常还是发生地方的垃圾大战，因为有一些县市，好比我们的信珠染球摸分法虫，所以碰到没有焚化厂的县市，他们的垃圾只能靠外运到外县市去代烧。但是碰到外县市，它的焚化厂自己要税收或者要收别人的量的时候，没有办法来收你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自己垃圾囤在自家门口，那再只好仰赖地方政府或者中央去协商，打开那个收受的大门。只是现在也不能单纯代烧了，我既然有送就要收，但是是收底渣。从这个例子来看哈，我们新竹县因为没有焚化厂，所以我们的这个垃圾每一天呐哈。新竹人营业为产生220公吨的垃圾，要不呢就是送到我们的新竹市焚化厂，每天送150公吨，还有呢就是送到我们的苗栗焚化厂，每天呢是60公吨。最大一个关键点，为什么在送垃圾去代烧过程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原来我们送垃圾出去还要收底渣回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现在的这种互惠合作的机制，是不是其实产生的收跟受的县市双方都有一些抵抗，所以变成垃圾没有办法协调？因为现在最主要是有焚化炉的这个县市呢，它其实有很大的余裕量。但是因为有事业废弃物在抢这个余量，所以因为他们收事业废弃物会比较收费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对外县市的垃圾就会有点压抑哈。因为外县市的垃圾，这些生活垃圾可能环保署都会希望说它的收费不要那么高，是好，所以他们这些焚化厂就会以有余量的话，就会以优先收事业废弃物为主。但是我要讲一点哈。新竹县不是没有焚化炉哦，新竹市的焚化炉按照当初的规划，它其实是包括新竹县有一个4个乡镇，它不是单一新竹市，是指县市共用的焚化炉。所以这个新竹市的焚化炉是新竹县跟新竹市共有的。那根据当初的规划哈，它规划了就是除了新竹市以外，还有竹北、新丰、湖口，还有新埔镇。这4个乡镇，那这4个乡镇呢，它就占了新竹县60% 的人口。是，那它规划就是到2006年的话，新竹县可以送去烧是210吨，所以等于说这个焚化炉里面有210吨就是新竹县的。新竹市跟新竹县现在2个县市，整个就是垃圾的处理量呢，焚化处理量只有不到500吨，所以剩下的400吨呢，它都拿去烧事业废弃物了。针对原来我们想说是新竹市的焚化厂，其实实际的内涵是新竹市以及新竹县的焚化厂，它是在义务上要承接我们新竹县的垃圾的。不过，是不是因为去烧了事业废弃物，或者就是压制我们新竹县应该要送烧的量，所以导致我们每年都要来一次这样垃圾囤积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人可以来讲一下？我们先请这位是我们乡代会的副主席，你会讲哈，个宝山水库是安尼新竹人的嘛哈，啊，个新竹市也系用安尼个水源，不过新竹市个分法从用办公收安尼新竹人个垃圾系按大个量，你都会知道你系唔合理的素材么？新竹人本来有焚化厂、焚化炉，那中央呢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政策，新竹市好像不够烧，那就两个县市合并在使用。是。那时候是环保署有介入，最后的决定就是说苗栗还可以，新竹县市是兄弟之乡，新竹县市所以说新竹县呢就选择把它 over 掉。就不要分那么多，不要分到2座焚化炉共用1座。所以说我一开始就说错误的政策嘛，比贪污还可怕。那针对这个部分，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的局长来说明一下？新竹市其实可以收到900公吨的处理量，
为什么我们现在收是150公吨？那像150公吨，就刚刚提到了嘛，它现在光是处理我们每天产出的垃圾就受不了了，何况是之前囤积的，只能靠中央去调度，所以变成是我们其实就近就有焚化厂了，为什么不能够达到100%的利用量？有没有去做个协调？或中间的症结在哪？其实秘书长的这一个讲法是非常的正确了哈，实际上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那当然，这个部分呢，在这1、2年来啊，事实上我们做过无数次的努力。当然，如果可以按照过去的规划，那事实上我们连税收的时候啊，这个都不需要暂置哈。对，都不用囤积的。对，那当然现在的这个现况是一个现况的事实了。所以反过头来，当然在现况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只好自己努力啦，自己先去把过去一天快要300吨的垃圾啊，自己先去减量。那我想乡亲事实上是承受很大的这个压力来配合这一个我们的破袋检查的这个政策。那我们现在能够减到210是算勉强平衡。那当然如果说虽然中央现在开始有立法去做调度，但是如果可以回归到过去我们所设定的这一个当初兄弟县市啊，能够帮我们把210吨。先帮它全部吸收，那这个就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路程，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一些不管我们二次污染的一些问题啊，跟经济效益上啊，当然这个是最棒的一个选项。临近处理是最好，不过为什么不能？这是大家要问的。我们很期待。所以在这个新竹县是很期待的。协商看起来这个过程原来是难的。如果新竹县、新竹市大概用体然，好好的打好多安难，那更遑论到其他可能不是那么有深厚关系的县市，是不是这个协商机制就更难？好，跳下那个副主席也就讲到，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焚化炉。或者是再加上新竹市的焚化炉也没有发挥到本台讲好竹县共治的一个这样区域整合的概念，以至于当年都热天那个信奉主杯队对俩总该垃圾，所以呢，你还有一个给吧，针对刚刚讲的7600多公吨囤在那边的囤积，要来把它清除，所以就提出了一个掩埋场的活化计划。盖两政府公道，整个计划呢，它要呢中央的环保署。来补助8718万元，新竹染有自筹款3600万元，痛芳加起来是1.2亿元啦，哈，22,000万元就会活化这个2.6公顷的这个面积，所以现在要花1亿2000万来挖除，重新再重启这个掩埋场，把它活化啦。大概照县政府环保局的说法，是可以活化1/3的这个面积啦，哈，所以可以再清出这个空间，再埋16年的垃圾，用糖起来，那个计划是好的啊。不过才提起，那个信奉提起，都传出台提的见面是反对的。我底下就请问大家，用个勇气为反对环保局，为了提出那个活化的掩埋场计划呢？请其他小老意见表达出来。活化以后，那这个我们将来做怎么样的一个用万人的使用啊？你就莫讲啊！不过掩埋场让埋冲就会埋垃圾咁唔系啊？咩？该原来是埋好的啊！你如果留佢变出来，变出来来系咧烧，也系讲系本机来把那个臭气冲天，把它冲出来让大家吸收，是不是这样子？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掩埋场啊，这个已经大致才20年以上了哦。那现在埋下去的这些。底下我们有铺那个塑胶布那我们也大致可以防治一下说不会把这些毒水毒气流出来，这一流出来全部是海啊，都这些毒物啊，现在有人在讲说我们这里有戴奥辛呐，其实那个戴奥辛我们是不知道，被外地的人用那个大的那个袋子装起来。用吊车载过来，吊在我们的那个。所以退表你也这样讲，这个成年的掩埋场一旦打开来重新处理筛分的时候，它那个技术如果不够成熟，会造成2次污染，系安用吗？该本来是系啊。对啊，本来是系安尼的啊。好，先感谢退表，你先请坐，到后续会再请教你。他就给他乡亲朋友有表达意见吗？有没有？这位大哥是吗？你好。你自己说你活化，你等于是在开挖。那你让这些清洁队员情何以堪？
哦，你觉得那个倒霉的是第一线清洁队员？对，真的要补助他们氧气筒吧？好，那个没有办法去靠近他们了。是。哦，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单用不透水的塑胶布，真的能防止吗？哦。那它可以撑多久？你说16年之后又是一堆垃圾。那与其这样子的话，那你是不是再做一个更好一点？那刚刚局长讲到，并不是台北市，因为我手边有资料，并不是台北市啊，那是别的县市，那我们不要去。别的县市什么？就是帮我们处理垃圾。哦，那我们也不要公开。对，那局长他有保一手啊。那我是觉得说，局长有在做事，那我们也不能说太苛责局长。那我就说，想请问局长，我们这些垃圾到底多久的时间才能把它处理掉？那有没有办法给我们保证说，你这个检验数值给我们？不要让媒体到处乱报道，让我们福建人都没办法生存。谢谢。还有没有其他乡亲朋友就莫可能给款发改抢卡修？因为他这个已经掩埋场这个已经1期、2期，这个都已经满了。你再活化的话，再把这些垃圾再挖出来，这2次伤害。所以说议会这边，我们议长包括我们新丰乡有3个议员都是坚决反对做这个活化再利用。议会那边也跟他挡下来不要做这个活化再利用。那我请教一下，议员们在议会挡，这本来自筹款要3000多万，这议会也冻结了这笔预算嘛，所以环保局虽然这个摩拳霍霍的想要来做，可是现在没办法做。那我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们旧的掩埋场就已经站在这个地方了，不活化，我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堆置垃圾或掩埋垃圾，这大家不考量吗？现在重点就是说，先把这个垃圾先处理掉，后续要做什么，大家再来协调。是。重点就是这个7600公吨的垃圾要先处理掉。好，先谢谢。还有其他乡亲朋友要发言。那因为这些垃圾已经埋了这么多，那其他的县市能够补助帮我们燃烧的垃圾，一天也不过就几百吨。那这7600多吨的垃圾，要烧到民国几年？所以先生光是烦恼这7000多吨怎么处理都是一个问题的，何况是挖下面的这样。对呀，然后那些燃烧后的废炉渣还要再运回来我们这里，相对又要付出一笔费用。是。那这些东西所燃烧的废渣回来，那我们又该放到那废底渣要放哪里？难不成是要放到这个刚挖好的掩埋场吗？这是大家担心的。对，谢谢你，乡亲请坐下。还有那位大哥也要发言。你好。那我只在质疑说，因为我们每一个焚化炉都有烧事业废弃物嘛。是。那底渣有没有毒？那我们就不知道。一般我们的生活垃圾应该都没有毒吧？感觉相对轻微。是不是？那刚刚我们谢秘书讲说，焚化炉有一半是烧事业废弃物啊。那等于一半是生活废弃物啊，那你跟它混在一起，要再过来，我是觉得很质疑啊。好，那同时各位乡亲朋友，家己应该先问强问黄局长了哈。照我们县政府环保局所做的说明，这一次的这个活化计划已经争取到1.2亿，1亿2000多万，要用2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在今年的7月就开始动工了哈，要来做这些废弃物的挖除啦、筛分等等，让整个掩埋场可以再起死回生，再继续利用。它的利用将来是当然比如你新竹染个垃圾啦哈，还有一般的废弃物临时的转运站，那当然也有提到焚化的底渣储存空间。所以我先请教一下我们黄局长，第一个这个底渣哈，大家相信最关心的，请你做回复。到底有没有毒性？那其二，我们开挖活化了这个掩埋场之后，在开挖的过程会不会产生2次污染？开挖好了，清出空间之后，埋下这些底渣，我们的技术够成熟到完全可以防治它的外渗或各种的污染吗？底渣的再利用，因为它烧的是一般垃圾哈，所以经过底渣在中央的这个规定里面做过再利用的筛分之后每批是检验的，那当然会符合中央所规定的相关的标准，这是确定无虞的。那我明确的请教你一点哈，将来我们活化这1/3的空间是要拿来存放什么？目前这个首要之要就是我们堆置的部分一定要尽快来清掉。好，那我想这个是乡亲的期待也是这一个那这部分呢目前已经积极在进行，因为已经快要有成果那也请各位再期待。那当然辛苦了。是，我们期待尽快的速度把它来做清运。那第二个就是说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再利用。我呼应一下刚刚秘书长我提到的我们兄弟县市了新竹县市，目前他帮我们烧。对，那事实上它底渣都是放在人家那边书里面也是基于这个理由是
让我们新竹县市啊共同来提这一次的底渣活化再利用，所以才来补助这样子的一个经费。是。那当然，所有的活化再利用是先找到地方来囤放它吧？活化再利用就是至少我们跟新竹县市，他愿意我们挖出来的东西，他愿意帮忙烧。烧好出来的底渣，我们总要自己收回来嘛。是。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互惠的就是的一个机制。我想书里面呢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希望。那当然，未来这个达到未来帮我们烧到210吨，就更有这一个利基。是我这边先小结一下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多余的空间，才可以再放置从新竹市烧出来的底渣，所以新竹市兄弟县嘛，所以基于互惠原则，他现在这些底渣是暂时囤置在他们自己的南寮焚化厂。可是盼得我们新竹县将来活化的这块地，在2年之后有空间了，就可以运回来，那就变成一个循环机制。我们的垃圾一样送到新竹市烧，新竹市烧出来的垃圾的底渣再回送过来给我们。那个垃圾以共吨去焚烧之后，剩下的那个转换率变成底渣的转换率大概是15%到20%啦。我们送到新竹市去烧，我们要收处理费，刚刚湘青提到了。1公吨收我们1700块，那也要同时搭配回运底渣，回运15%。只是现在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容纳了，所以这底渣暂时放在新竹市。好，那再来看到是苗栗县，我们送到苗栗县去烧有60吨，对吗？那它1公吨是收我们2000块。目前看起来，它回运底渣是回运底渣产品15。那我们再看到有没有可能是合作的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看起来很慷慨，然后从这个表格上来看，它不收你1吨任何1毛钱，可是呢，它要回运底渣产品180%，这是超倍的量。所以像我们再看到高雄市的例子，高雄市是处理垃圾全台湾最多的县市，因为它有4个焚化炉，对吗？所以从高雄市喊出来说，外县市的垃圾送过来收1吨的垃圾，我要还你回去1.8吨的这个底渣，所以算起来其实是原生产底渣的12倍呢。所以我就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局长了哈。假设以高雄市例子1比1.8这样，我们要收回别人12倍的底渣。刚刚我们乡亲朋友提到的疑问，要请教你的是，万一那12倍的底渣里面有事业废弃物的底渣呢？还有外县市的家户垃圾的底渣呢？那不是归我们该有的，所以吞不下这口气。是，那我想这个当然是帮我们烧的县市提出来的条件啦。那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底渣是我们目前新竹现在遇到的第2个问题哈。那除了没地方烧，那我们有70%是水源区，所以底渣回运事实上它的用途有受到很大的地域上的限制。选来选去没办法，只好选在新丰。那当然这个部分，我想也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机会，就是说，既然底渣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是15%或者是这个180%。虽然中央已经开始合理去调整这一个比率，但是我们也很自助的，就是去开发这一个把一些水泥制品，然后可以添加50%的这一个创新的这一些产品出来。是。那当然我们用在我们的比较没有风险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纽泽西护栏，我们的透水砖，我们的路缘石。那我们也跟这个其他县市来合作，你给我底渣，那未来我做出来的产品一起帮我去化掉。是。但是也跟各位乡亲报告，就是说这个活化除了我们有跟其他县市互惠的这个模式，这个优势之外，最重要的是我们活化起来一定不可能再埋垃圾哈，因为已经不埋生垃圾。那至于要不要买底渣，也许也不需要买底渣。假设我们把这个部分做充分的运用，但是要很努力啦，那个空间很大。那我想这个要大家一起努力哈。是。至于说现在的技术在做这一个不管是全分选，它完全是密闭式的哈。所以这一些部分我们当然会在试做的过程里面把它做到最2次污染的最低的这样子的一个降低。相信环保局是以技术导向了哈。你现在捆一个样片啦哈，透过样片来捆哈，代替个基米对了个分发虫，对了个染麦虫几个意见，还有从那边染性出来还有嘛个议题。下注为4点的新丰乡的垃圾车是出去过路的起诉民众的家庭垃圾。一般垃圾就等于垃圾车做的废除位就表示自然废除车，就算民众单单都有照规矩来分类，不过还是有热莫按来做。
现在等下晚上做好的时候有没有？再到焚化炉去，它都要经过检查。比如说，他丢垃圾的时候，我们都会注意去看，然后有看到，我会跟百姓讲。护理品。好，谢谢。用考试做到垃圾分类来达到垃圾減量，不過肯定也8年來，第七家嘅家園順控嘅掩埋場有見來見到嘅垃圾，幾米都見怪煙。蒼蠅啦，什麼攏有啦，什麼空氣中有誒，無誒，他們足歹啦。那說車規日咱行就行啦，即嘛是南風哦，你來西北啊，阮遮規個臭嘎嘎啦。其實這個掩埋場對我們山裡的影響實在很大。包括你看，尤其夏天的時候，那味道相當的臭，而且還有掩埋場所流出來的，因為靠近海邊，那個對整個海洋生態的污染真的很嚴重。竹北市中義地同新豐鄉鳳行村就係啲掩埋場順控嘅總頭，幾米一次都同垃圾係強客。為到解決掩埋場嘅垃圾問題，新竹縣環保局提出嘅好好利用掩埋場嘅計劃，已經同中央環保署申請經費，不過一項計劃蔡天儀單都係反對。垃圾它是不斷的衍生，它並不會減少。那如果沒有焚化爐，我想這個垃圾10年以後可想而知啊。給我們建焚化爐更好啦，我們就不要去看人家的臉色啦，多去又不行啊。他還會給你打回來啊！有到幾面對掩埋場按用好好在個利用係當義務，美國同垃圾溢出來係在個破壞幾面嘅生態品質，故所都去支持新竹縣要有自家嘅焚化爐，自家燒自家嘅垃圾。不過在焚化爐就係解決垃圾問題最好嘅方式嘅。好，像樣片你看到，鄉親朋友因為遲到，因為冇焚化廠，垃圾都會送到屋背去掃，所以各部長有嘅手掃盡咧個大炸吼，會產生凍到個污染個議力，所以總就講，安樣何不如你自家有一個焚化廠，那個目的應該先請問你個氣象總，才提起嘅見面，真正會記起會做焚化爐嘅哈。我想我們的鄉親啊，他聽到這活化哈，他的印象裡面。這個活化哈，應該是在我們的掩埋場哈，能夠種很多的樹木啦，百花百草啦哈，還有很多的芬多精啦。是要綠美化，不是要開挖。對，將來我們可以去到那邊運動啦哈，他們的想法是觀念是這樣子的。所以說我們的活化啊，剛剛局長也說明了他將來一些爐抓的怎麼去向啦哈，怎麼去應用啦等等。我相信做說明以後，要怎麼樣？好，讓我們的鄉親來認同哦，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尤其活化哈，一般百姓的觀念裡就是種樹木啦，種百花百草啦，讓我們鄉親近裡可以運動啦，可以。所以絕對不是開挖再來買底渣。是，這對鄉親啊情何以堪吶？所以說，我們垃圾的去處有問題之後，我們的鄉親他慢慢的有這個蓋焚化爐這個想法。好，尤其我們新豐鄉代表會也提出了提案，要來新建這個焚化爐。我相信我們能夠做活化，再來新建焚化爐，雙管齊下來處理這個垃圾，能夠永續的處理這個垃圾啊，我相信是最重要的啦。哈，鄉長，該過排泄哦，因為東島嘅鄉親佢哋係完全反對呢個焚化廠，遲到呢個焚化廠掃垃圾會產生東島嘅污染，就應該推動基亞有焚化廠，備而不用13年，地方居民就是團結起來反對它重新啟用。雲林也有一個焚化廠，也係用了12年。柴鐵嘅居民也講，叫做水煙保護體，所以做唔得使用。用辦呢單新竹嘅信奉係記起為做焚化廠嘅，唔驚污染哈。我相信雲林焚化廠哦，那是政治的一個產物啦哈，所以說跟其他地區是不一樣的。像我們新豐一個鳳坑的掩埋場哈，是千年不化的一個掩埋場，還是要一個焚化爐對鄉親能夠非常幫助的一個焚化爐。我相信我們的鄉親啊，是非常有文化的。你們希望一勞永逸，但是怕不怕污染？我相信這個焚化爐全省那麼多啊，我們環保署它一定有一套管理
规划的一个制度，它一定会让我们的乡亲来放心。好，所以其实向总提标向面讲出来哈，记到四爻分法从，他讲对分法从是有信心的哈。在81年那时候，中央政府推动所谓一县市一焚化炉的计划，因为大家可能都基于本位主义，所以自己的垃圾自己烧可能最干脆，所以就推出这个计划。当时新竹县也去争取了哈，新竹县要来盖一个焚化厂。不过刚刚相信在前半段就讲到，因为新竹市、新竹县连安郡、草木呢又很用体染息，不需要2个这么近的区域，还多盖要到2座的焚化厂吧，所以就合一。不过我们看到实际实践的结果，这个合一成效不好，因为都是新竹市在主导，新竹县变成有时候有垃圾也没办法送出去烧。事隔20年，事过境迁之后，你厂头采提个用气，现在希望把这个焚化炉盖回来，嘿，安用么呢？国内抢应该付出是对到你水民。千佑万佑，我们懂这个佑哈，这个就是这种原理出来。那我们新竹县呢，一个工业县呢，现在慢慢转型，很多的是加上去这些，还是要烧，还是要处理。那我们新竹县能够有自己的焚化炉以后呢，这些厂商呢，我们有多余的家庭处理垃圾以外呢，我们工业废弃物，我们县内的我们可以处理，这样也一个奖励投资的一个号召之下呢。那厂商也不要花了很大的代价，当初我们最早的时候呢，跟新竹市的约定是800块钱一吨啊。那现在时空背景一来涨了好多。那烧云林上来烧有2000多块，那烧我们的大概是1500左右。那我知道的部分好像是外包嘛。那厂商将本求利的话，当然是钱多更好。那当初的约定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说我们新竹县呢，我们代表会有一个决议呢，是期待着这个焚化炉。当然，这个焚化炉不一定要在我们新丰。好，谢谢您，请坐。还有向前边又也系记起，我又去改分法从的吗？我们在3年前在新烧焚化炉的时候是800块钱，到现在1700块，又2000块。为什么？因为以前是同样的色系的执政者，现在不同色系的，所以说以后可能会更高。一路涨价对我们的地方财政负担很大。以后可能出现到可能3000、4000、几千都不知道了。所以说我们新建焚化炉，我们新丰乡代表会跟我们乡长一致的认同来赞成新建代表那个焚化炉。是，谢谢。这边还有支持的意见也要来一并表达吗？我再开放支持，希望地方有自己焚化厂的。因为过去的新竹县只有30几万的人口，跟新竹市差不多。那现在我们新竹县就差不多60万了。人口暴增。那人口暴增，垃圾当然是一直增多嘛。那过去我们掩埋的时候，竹东也有，那个峨眉也有，2、3个那个掩埋场。那囤积了以后，过后我们中央说不要用这个掩埋场，要做这个焚化炉，那就整个台湾省就全部一直改成那个焚化炉。起初大家也是反对焚化炉啊，但是经过这个焚化炉设计了以后，焚化炉这么清洁又这么好，那个又垃圾一顿烧下去剩下多少而已啊。所以说我们大家为了我们将来的子子孙孙啊，我们整个新竹县，包括我们新丰乡里面，都非常的期待。能够来争取到我们能够建立焚化炉，所以谢谢你。你刚刚有请问啦吼，唐达跳下呢，唐头向前讲到，了解垃圾吼，了解焚化厂做在处理起个垃圾啦吼，因为你下困起的气势吼，係垃圾减累减少，减累减少，因地吼。焚化厂就会烧，就要烧到一定足量的垃圾，才能够维持基本的运转。否则你如果垃圾量太少，它会单位处理成本就很高了，你居然还去抓外县市的垃圾来烧，所以与现在的这个整个大环境的趋势是垃圾减量那个方式来走。那看到现在新竹县这么希望又有一个焚化炉，你会不会担心跟未来的趋势其实到最后会变成一个矛盾哦？你先讲焚化炉一在有效的运作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定的量，甚至要有一定的温度的时候，才不会有那个所谓有污染或带药性的这样的产生。可是利亚地哦。然后焚化炉台体机烧摸1000度，一烧摸1000度，摸1300度，带药性不会挥发，大概800-900度，带药性就会产生。该怎么办？我们不能让那个带药性一直从烟囱出来，怎么办？是厉害焚化炉台体是得在炉内撒很多的细悬浮微粒去吸附带药性，让它沉降，沉降到哪里？炉底。是炉台，该变麻烦，是变到你都会运转落地渣。
我不相信局长跟我说的那个底渣没有毒哈，我觉得那个真的骗人的。就他就是用撒西泉伏为例去控制那个排放出来的烟，不要让它排放出来的烟超过它的戴耀星的量，因为它的温度燃烧没有那么高。是。那再来，焚化炉燃烧前提是垃圾分类，如果我们的垃圾分类做得够确实的话。照实讲，因为垃圾量你也应该会降低，会减来减少。该为了维持在焚化炉的有效运作怎么办？你一定会去运外县市的运垃圾过来，变代烧中心。那我们先不讲外县市的垃圾是家用垃圾还是事业废弃物，不管。外县市的垃圾分类有没有做得像我们这么确实，那还是一个问题。你一样还是把一些回收不完全的东西运到我们自己的炉子里面来燃烧，你才能维持它一个。焚化炉的基本的燃烧效率。就这个焚化炉，虽然眼睛立即看得到是可以烧自己的垃圾，没有产生问题，可是事实上产生的污染是都后背看不到诶，很多其实是下会好口里的啦哈。对，我觉得那个是后面，就我们对于垃圾分类，像刚刚主持人也有问到，就是说到底我们支不支持这个新丰的这个掩埋场活化？我自己听完之后，我也觉得。其实我支持它挖起来，应该要重新分类之后做处理。只是那个挖起来之后分类后做处理，难道你一定就只能运去烧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我们刚刚的逻辑都在挖起来运去烧，烧起到底渣回收，然后底渣再来再制品。我觉得那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而已。我们也许挖起来，应该还可以把它做细部的分类，然后不是把它燃烧。了解线上也提出业意见，系吗？各位乡长以下，大家都提说就是。焚化炉赞成要盖焚化炉嘛？那我就是想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焚化炉盖下去之后，除了像刚刚这位那个叶先生说，那个要运作，你就必须要去拿外面的东西来烧，那才够亮。对，那你如果没有那个温度，没有那个量的话，戴耀星就是会出来嘛。好，那你就算好，你说就算我用什么悬浮微粒去控制戴耀星的量好了，那烧出来的底渣就是很毒嘛，戴耀星都在底渣嘛。那这些底渣拿出来之后，有办法到像局长说的说拿出来做砖块或什么，然后我们使用。是不会有问题的吗？有完全这么乐观吗？对，就是很多的问题，可是好像就是大家就都讲到表面上，甚至像乡长刚刚也直接提说，是盖焚化炉是对大家相亲是有帮助的。对。它的有帮助的立基点可是建立在说我垃圾至少不用看别人脸色要送烧那些麻烦，但是殊不知更多的麻烦会怕在后面，所以是这位乡亲提到。对，那身为就是可能焚化炉因为。有70%是水源区嘛，保护区嘛，所以新丰乡刚好不是嘛，所以如果要盖焚化炉选址的话，说不定就是我们这。但是如果焚化炉盖在我们这里的话，那悬浮微粒啊、戴耀星啊、粉尘啊，这些东西我们就要承受啊。可是我们住这里。对，那会希望说有没有不要伤害到健康的其他的方法？不用感强硬，所以我们听到这边发现，其实在乡亲地方上来讲，希望焚化炉可以解决垃圾，可是后面的这个无穷之患有没有好好去正视了解这个问题？我请教我们的谢秘书长哦，你怎么样看地方上对焚化厂的呼声是希望它来解决我们眼前的垃圾问题，但是后面的考量，你觉得地方的乡亲到时候届时有没有能力来参与？控制也好，或是来参与整个过程，不要让它污染扩大。你觉得村民有这样子的能力，或者是对政府有这样的信任度吗？未来如果说这里要盖一个焚化厂，势必它也是要找一个底渣的储存空间，然后一定的底渣是去不了，还是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飞灰，那它一定要有空间去掩埋飞灰的固化物。那什么是飞灰呢？就是像刚刚的朋友讲。它其实是不是叫做悬浮微粒？它是喷消石灰，然后去吸附那个废气中的重金属跟戴耀星。那都很毒的东西。那这个飞灰是什么？它就相当于电湖炼钢厂的集成灰，就是被乱丢在新丰海岸，造成最多的海岸的这个集成灰。它是跟这个集成灰是一样毒的，它里面有很高的重金属，有很高的这个戴耀星。所以。这个焚化炉烧出来的飞灰要埋在哪里？县市政府一定会想啊，那就是在新丰这个掩埋场啊。所以我们从走过掩埋、走过焚化加掩埋的时代，未来我们就是像刚刚的，我们要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垃圾？那我可以提供个数据，我们现在外运的垃圾里面有42%的厨余。厨余，对。
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我们掩埋场怎么那么臭呢？你埋的生垃圾，或者是你在复育的过程中，你挖出来的垃圾为什么那么臭呢？是，就是这些这些有机质会腐败的垃圾，它才会臭嘛。那这个会腐败的垃圾其实都是土壤的肥料。好，我们应该就是县政府还有民众应该要一起合作。怎么样把这些会臭的厨余拿出来变成肥料？刚刚看那个我们的那个报道那清洁队在看那些垃圾破坏检查的时候，我明显就看到其中有好几包，里面都有厨余，并没有把它分开来。那这些厨余如果可以分开来的话，这些垃圾就不臭了。而且其他的垃圾它都是资源物，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其他的垃圾？我们不应该是再去盖掩埋场，也不是盖焚化炉，而是盖一个资源的分类场。向总，你系你家提任的啦吼，你信奉也系你的故乡，你想好好打拼个素材。焚化炉做得改革的，可能是短暂的眼下的困境。不过后续燃烧处理个，包含垃圾个干量，包含其产生动到个飞灰啊、歹炸了这种问题。从你以后往下，将来也还会有其他的不同的乡长，也继续的推动这个我们的新丰地区的发展。你新丰也会顾到各方工业的发展啊，所以谈到安样。对了解焚化炉，大家为个好好参详么？还是讲，你着其实还是有遇到困难。一个自然回收这项了事情啊，就非常的困难的事情啊。这个这项的时间，上受到乡亲的某谅解也有啦，上白媒体也有披露出来啊不过我们的清洁队员都是非常有耐心的跟我们的家户乡亲来解释这个怎么样来做资源回收让我们的垃圾来减量，不能还你掩埋场不至于说大爆满，这都是要乡亲大家共同来努力的一个方向了我想主持人今天主持这个应该也有这个感觉了那我把这个问题请教我们的环保局黄局长。地方上有各种的声音，局长针对他们的提问来先做回应。那谢谢主持人那我想经过这1-2年我们在垃圾处理的这个部分那新竹县政府我想我一直是站在跟各位一样，积极去寻找能够自主处理自己县内的一个自主的一个能力来做努力。第一个步骤是我们在县民已经配合这个中央这个垃圾分类，所做的这些已经分完类的一般垃圾，我们进一步用机械设备再做物理性的这个分选。分选完之后，它会变成什么？它是在一个厂房里面，那可能它会分出来如果是玻璃是塑胶或者是塑胶袋，那塑胶袋我们去做热裂解，或者是再去做分成不同。所以是完全可以做到零垃圾。那基本上我们经过这些技术的这一个评析包括全分选完之后，原本烧底渣要15%，我们现在可能出来这些不能烧的这些分选出来这个砖瓦只剩下5%，我可以再做其他的再运用。也许透过这一个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全循环，可以让我们县里面的垃圾不一定要有烟囱不一定会有烟囱，但是它的这一个效能可以达到最高。那我想在欧洲这一些垃圾，也许都要去买垃圾来。所以我们地方政府现在技术这些都成熟，包括委外的厂商都可以，这个都展现出来了。都展现出来，只是要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整合，用最快的速度。好，现在让政府提出有新改版本而来做安样型了解焚化炉是透过20年前的议题，你下死退今日紧进步的嘛人白还是个是要焚化炉么？还是讲用其他的形式，然后了解垃圾干量之外呢，也做得利用垃圾。到时间，你就完全不是焚化炉的，系吗？透过下部的样片，你个继续进来现场讨论。一队由西站楼按个位垃圾就代替云林县斗六垃圾转运站，大概有8000公吨。来到推动天意台嘅垃圾掩埋場，除提有家庭垃圾，還有200鐵風柴來過後，來到從山嘅嘢廢棄物。原店同台東兩縣都遇到嘅垃圾危機，其實家頭都有自家嘅焚化爐，只不過從來忙時運轉。故做垃圾還係會送到外縣市區搶派嘅縣市來推銷，不過一銷就銷出問題嘅。
垃圾的处理一定要基于一个互惠的原则，不能说我的垃圾一定要求别人来代烧，但是代烧剩下的底渣呢，都不要运回来，就放在人家那个地方。社会垃圾过后，产生的代渣蒙以外，我们怕有毒，因为每一个焚化炉它会在一些，它有收一些事业废弃物嘛。那我们一般居民的百姓，垃圾应该是 OK 的啊，烧出来应该是 OK 的，但是事业废弃物我们就不敢保证了，也没有人敢保证了。大家都同质疑代渣嘅成分，含较社会係新豐燕麥廠向北片有2-3公里暗藏嘅海岸線。先前本人表出，防風林下背看起來像哪嘢素材，都係天婦羅煉鋼產生嘅濕成灰爐渣，大個性含量超過標準2.3匹。這個爐渣一直到現在，環保局也沒有再跟他做一個管控以及一個做法，要怎麼來處置這一些廢爐渣，一直擱置在這邊。所以今天他們這一個焚化爐的爐渣再利用這個狀況下，我們不反對不行。垃圾代渣流土廢棄物都喺新豐海岸線上，今年都無奈何嘅接觸，家下家都希望有自家嘅焚化爐。只不過因為焚化爐過後，空氣污染同代渣嘅一啲問題連連沙沙都會發生。難免冇有從台東同桃園嘅某一個焚化爐產生。捆的养片哈，江大哥你好，你去过现场？现场我们都去过了。你看到什么？闻到什么？感觉是什么？其实我们是闻不到是什么味道，可是肉眼一看就知道是金属类的东西。哦。一看肉眼一看就是金属类，又是太空包着，然后破掉的那些东西。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隔了1天之后，那个林淑芬委员，他讲出来的，哇，我才吓到说，原来我们凤坑村有这么毒的东西在海岸线。是啊，他是说20年前的事，其实那时候我们是都不管，因为我们污染也被污染到了，我们海洋也被污染到。可是今天是最急迫，就是说这么毒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马上去处理，马上去隔离？是这么爱环保，这么爱这个地球，为什么已经知道这么毒的东西了，我们环保局有去做隔离吗？没有，还是在那边海水一直打，一直污染。所以其实我今天要强力的反应就是说，这么毒的东西就在那边了，我们环保局为什么也不去做？又把其他乡镇的一些炉渣也在我们这边，不给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那秘书长，原来新丰这么漂亮的海岸，也不是这1-2年的事情，好几年以来就是这个问题。那刚刚乡亲提到了，闻是没有味道了，但是看起来就是乌漆嘛黑的金属物品，有毒吗？那它的危害是不是应该要有更迫切的相对应的处理？那现在有吗？那个掩埋的东西在那个就是新丰掩埋场西侧往北2-3公里的海岸线它最主要就是在外侧。靠近海边的地方，它放了很多炉渣，然后在炉渣的里面，它放了很多太空包。是太空包里面是电葫芦的集成灰。那集成灰是什么？它就是类似焚化炉的飞灰，它是非常毒的。那它里面有很多的重金属，有很多的这个戴奥辛。那戴奥辛是世纪之毒它是超标大概我们法规标准的2.3倍。因为戴奥辛我们法规标准其实也很松了那所以这个2.3倍其实是已经非常严重了。所以呢，这个烧到最后的这个垃圾的渣子，真的去化问题是个大问题，很难。所以呢，我们只能劝勉自己，劝勉周边的各位乡亲朋友那个垃圾停出来干量。不过最末一个问题，应该来请问那个黄局长，刚刚乡亲说了，就近在眼前，就在我们新丰的海边。那从已经发生。当然已经可能好几年，但是现在发生它的严重污染程度更加剧的情况之下，环保局这里有没有及时处置的方式？那当然这个部分呢，过程里面当然我们也避免他们持续的非法弃尸，所以在4年前已经把这个入口折成这个相关的这个管理了已经把它封住，避免持续被人家当成这个非法弃尸的点。那其中这几年来一直是跟这个中央还有地方，还有这个不管是我们国防部或者林内处去厘清这部分的一个实际状况，跟这一个权责。那权责的部分，因为事隔非常的久，所以这部分呢，事实上有它的相当难度。但是在中央这边也是一定先把有害的部分先做移除。所以中央也在大概在去年就已经核拨一笔款项，来做这一个
有害移除的工作。我想，我今天来参加之前是跟中央的这个长官就是就这个问题对于未来怎么样去把它的这一个安全性的考量之下，可以在施工移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是刚刚来之前是在看都还在讨论，正在处理。所以中央是一定有来是来好多次我们讲说你会集合一次一起因为包括海域的监测，我想这个部分呢我在这边要比较中肯的讲，这些事实都有发生。该准备向总，你还七个该鼓向啦，还有嘛该结论都告不你咯。或许是20几年前的一个时代进步的一个产物，在那边我想环保署这边更应该积极的来处理这个问题让我们的乡亲更加的放心这样子好，所以无论是安尼个信奉，还有准备个气味让麦冲都大家运用个法处理本，所有个乡亲信任会得。还看呢，希望将了个垃圾减量个部分做好分类，做好资源回收，像唔是按照时态前的协议个分法律，能把降用唔多安个情况下，今日讨论就到了，非常感谢大家个收看，也感谢大家参加，安尼再会了。